麻烦回去禀告王监军，就说我代表元帅，谢谢他了。啊，告辞。告辞。就。宗保啊，这个潘将军口说护送，可面露杀机呀！弟妹，谁说不是啊？我这左眼一个劲儿的跳。嗨，你们多想了。哎，对了，快看，献给天波府，穆桂英写的。穆桂英这么快就服软了？那当然，我不杀他，他就感激不尽了。你什么你啊？宗保，你可真行啊！这回面子终于找回来了。回去啊，我让人把你偷袭木刻寨的事一宣传，满城的人呐都知道你宗保了不起啊！对，马上回去禀报老太君，就说宗保取回了降龙木。笑一笑，这样。思春呐，爹给我张罗比武招亲，结果碰上了一个假哑巴。哎呀，宗保啊，你就装吧，你少给我耍花招。早晚得把我撞到你心里去。宗保，没想到你今夜偷袭，本事不错，令我刮目相看呐。本将军是先锋官。宗保，你再压我一会儿呗。啊，你松开！再压我一会儿呗。你松开！再压我一会儿。你松开！再压我一会儿呗。再压。你们俩干嘛呢？快走！小妹妹你就开花儿，哥哥我天天想。一对儿大眼眼水汪汪啊，勾住了心长长。哎，这，哎，来了。奶奶。哎呀，孙儿，行啊！你看，让开！娘，咱宗保啊就是行，其他的将门之子哪敢冒这种危险？这下当先锋官，别人就无话可说了。那丫头没伤着你吧？可能吗？我一脚就踹开了他的门，然后我一剑，我就架在他的脖子上，我就这么压着他。虽说是围上来不少香兵吧，但是一看这样就全都让开了。那穆桂英呢？啊，穆桂英，她把降龙木就交出来了。我就想就算了吧，我就不把她押回来打入死牢了，就算了。对，宗保做得对，我们杨家人宽宏大量，过去的事不与他计较。对。哎，六嫂，他随爹出征，你大可放心啦。放心，当然放心。哎，到了。哎，爹，你过来看。哎，娘，你们看，你看，娘，这就是他穆桂英亲手所写。哦，没想到这丫头能写这么一手好字啊！那她人长得怎么样啊？就那样吧，反正不缺鼻子不缺眼的。哎呀，老身看呐，这字如其人吧？啊，这姑娘肯定是很聪明啊！什么呀？在这刚开始的时候，哎，我用剑顶住她的后心，这下她可被孙儿吓傻了。哎，不是，这完了以后呢，我就说，哎，这降龙木我也不能就这样抬走吧。他二话不说，让人把降龙木装上了车。写完字以后，他说别杀我行不行？哎，爹，你来看看这降龙木。六弟，看，娘，嗯，您知道这是什么木吗？
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。不可能，爹，您是不是看错了？胡说！你爹我多年前就曾见过降龙木。儿子，你让人家给耍了，你个傻小子！哎呀，你看看，穆桂英，我杀了你！哎，你当时是没瞧见，那天波府的人一发现是假降龙木，气得鼻子都歪了。那傻小子都气疯了。谁先来？你先来。张嘴。行不行？你还来不来？来。怎么样？没事儿，爹你来，你这口太小了。你怎么样？还来？还来？好。你来不来？来呀！我怕谁呀？你看你，来！我还来，你来不来？爹，我赢了！赢了！罚酒一杯。罚。给爹倒上。其实我再来一口我也不行了。要得好，老让小。哎呀，辣死我了。挺好的日子，你看让咱爷俩过成啥了？哎，都哭了。哎呀，桂英啊，爹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说你送块楠木给天伯府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那楠木那是做棺材上好的材料，咱木克寨的楠木那是500年的历史了，他上哪儿找去呀？便宜他们了。哎呦，那天伯府的人还不气疯了？那是他们脑子转不过这弯子。爹，我要是元帅的话，我立马把这楠木打成棺材，我拉着去预疗，那多鼓舞士气啊！哎呀，你还别说，我闺女说的真好，是吧？可就是怕那杨家人一时倒不过这味儿来。他倒不过来这味儿，那就对了。要不然，这杨宗保还能来咱们这儿啊？看样子我闺女跟杨宗保这亲是决定了。爹，你家闺女想干成的事儿，那就没有干不成的。太像你娘了。吃饭，再来，不来了，再来一下，再来嘛，再来一个嘛，再来一个。不来了。公主，今天天气可真好啊！海棠，哎，这景色多美啊！是啊，公主，我们好久都没有出来了。是啊，公主，你看那边，真漂亮，我们应该常出来走走。也不知道宗保怎么样啊。哎呀，公主，你啊就不要替他操心了。皇妹，皇妹，哥，你知不知道宗保昨夜去偷袭了木柯寨？宗保，他没事吧？哎呀，是倒没出，还弄了一块木头回来。降龙木？嘿，是降龙木就好了，是一块做棺材的楠木。哼，这么说，宗保又让那野丫头给耍了。可不是嘛，天波府的人都气坏了。可恶，真可恶！妹妹，我来找你是担心宗保再去偷袭。你看，能不能跟圣上说说，让宗保去攻打木柯寨？哎呀，不让他去，他肯定还得去。他自己去要出个什么事儿，你说怎么办？哎呀，快点儿！
快点儿，快！你回去吧。不，我害怕你再去偷袭。我偷不偷袭关你什么事儿？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不会出事儿。还说不会出事儿。听说木刻寨到处都是陷阱案件，我死不了。你对我很重要，我怕你受到伤害。你去吧，带兵去打。你说的轻松，你父皇已经下了圣旨，我要是去了就犯了欺君之罪。你只管去，父皇那儿有我呢。宗保，你到了那儿，不许同那野丫头多说话，一下子将她挑下马。桂英，杨宗保取来楠木的事散布的怎么样了？哼，茶馆集市已经无人不知，用不了2日，几乎全市就无人不晓了。这会儿杨宗保当不了先锋官了，少了一只臂膀，杨延昭就不可怕了。如果杨延昭不免他这个先锋官，不免不行啊！他儿子接二连三的败给了穆桂英，他能服众吗？啊，这样一来，萧元帅挺进中原可就容易多了。哎，邵将军有何贵干呢？攻打木刻寨。攻打木刻寨，圣上已经交给了王监军，邵将军无权插手。这，哎，快走！小姐，您这头发编了拆，拆了编的，打扮多长时间了？杨宗保来了，我得收拾的好看点儿，收拾的利落点儿。您猜的这么准呢？哼哼，那当然了，你家小姐是谁呀？哎呦，那傻小子还在那儿吹牛呢！吁，哎，瓜哥，来人了！啊！穆桂英，你给我出来！本将军今天不擒住你，誓不回营。哟，这疯小子还来了！哎，看我们，别让他进去啊！哎，好嘞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小姐，哎，罢了，杨宗保又来了。哎呀，别如临大敌似的。姑爷来了该高兴啊！姑爷来了该怎么报啊？报一个给我听听。报姑爷来了。哎，就这对了吗？去。哎，行了吗？行了，可美了，快走吧，走。这。宗保，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你这个妖女，三番五次的戏弄本将军。怎么了？你少装蒜！你给我的什么木？是做棺材的楠木啊！你别在这演戏啊！这怎么会？哎呀，都怪你们，怪他！对不住，杨将军，可能是天太黑了，没看清楚，给罚错了。穆桂英啊，穆桂英，我算是看清你了啊！你太坏，太贼，太滑。我有你说的那么坏吗？本将军今天一枪挑了你！这，这一枪叫横扫千军。这一枪叫黑龙探海吧。这
一枪叫银龙角浆吧。皇儿和宗保成了亲，一定要好好待。父皇都嘱咐皇儿好多遍了。哎，朕不只看重他，还更看重杨家。说句真心话吧，咱们对人家杨家还是有愧啊。当年辽军天庆王派太宗金沙滩会谈双龙会，双龙会实际上就是鸿门宴。为防不测，杨继业让大郎扮装成你爷爷，让二郎呢扮装成八贤王，然后派他其他的儿子前去赴宴。期间，大郎中毒身亡，二郎被刺，三郎被杀，四郎呢不知下落，五郎做了和尚。两郎山之役，杨继业孤立无援，最后撞死在李陵碑下。杨延昭镇守边关，威慑辽军，结果还是被拿下了军权。如今辽军进犯，杨家没有半句怨言，全线出动，连寡妇都上阵了。你说朕心里能不有愧吗？父皇，你放心，孩儿一定好好待宗保，孝敬老太君和各位婶娘。这就对了。哈哈哈。圣上，王将军有急事求见。啊，选他上来。是。停！不打了，不打了。乔乔，哎，接刀。啊。哎呀，我今天打累了，想必你也累了吧？要不然咱们明日再战。哎，这不是来日方长吗？要不然，少将军，你到我们寨中歇歇脚，喝口茶。就是啊，来啊！哎，别走啊！哎，宗保，我给你准备了好酒菜。你给我等着，明天我擒不住你，我就不叫杨宗保。行了，你就别斗气了啊！好，回去歇歇也好，省得下次再战还输。哎，告诉你们啊，回去别笑你少将军。哎，那个牵马的，就说你呢。回去后弄点热的水啊，给你们少将军好好泡泡脚，要不然这脚臭烘烘的，明天再打还是个输。听到没？好好泡泡脚。笑什么？杨宗保他下不怕，就怕被少爷带回家，带回家，带回家。臣叩见圣上。免礼免礼。臣有事禀报圣上。请讲。杨宗保违背圣命，带兵去攻打木刻寨。有这事儿？臣不敢欺瞒圣上。臣围攻木刻寨多日，正要攻陷，杨宗保一走，众匪就得以喘息呀。这是为何呀？杨宗保和穆桂英有瓜葛，明去攻打，暗在苟合。胡说！杨宗保乃将门之子，如何会和一个村姑有瓜葛？公主息怒。杨宗保武艺高强，善于用兵，要是没有瓜葛，木刻寨早就攻下了。既然如此，你当初为何阻挠杨将军？他身为御辽前锋，攻打木刻寨，那是大材小用啊。那我倒要问你，杨将军出征是否须带降龙木？当然。既然知道，为何你久攻不下？那妖女着实厉害，臣天天攻打都被挫败。我倒觉得，并非那妖女厉害，而是你与她有什么瓜葛吧？公主，圣上明鉴，臣绝无二心。哼，你没能力，还阻挠杨将军。圣上有旨，抗旨是犯了欺君之罪。抵抗辽军，刻不容缓。宗保正是担心三关被破，才去攻打。他也是太嚣张了。是啊，无法无天。三关被破，汴梁危在旦夕。
宗保这样做，正是为大宋，也是为父皇着想啊。啊，皇上讲的也有道理。圣上，久攻不下，还是知罪吧。臣罪该万死。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此处哪用布这么多人呐？一人足矣。啊？此关一人把守，千军万马难过此关。明白。我再留个神射手，来一个，再射一个。胡说八道！天波府的人不能拿箭射，人家还预疗呢。那怎么办？砍下吉利，铺在此路上。他们趟过吉利上来了，可下不去了。用劈狠崩他们，听见没有？明白了。哎，你们都撤，柱子你留下，走。好，快点，快点。走。小姐，这房前屋后周围都增加了岗哨，太老套了。哦，太老套了。彩云啊，哎，叫2个人准备绊马索，再叫2个人准备绳子。是。哎，木果，这哪呢？小姐，你这次捆杨宗保可不能像上次捆猪一样啊！要是给我捆伤了，看我怎么罚你们！是，小姐。宗保，话我可说了啊，你去偷袭，不许伤了穆姑娘。看我干什么呀？你不知道我喜欢她呀？赵飞呀，赵飞，你喜欢的女子还少吗？什么玉梅啊、春兰啊、芍药啊、牡丹啊、杏花啊，不对，什么如花呀，数都数不过来了。能比吗？能比吗？能比吗？那些女的都跟白开水一样。穆桂英像什么？知道吗？穆桂英像酒，那味儿。行，你把那个村姑看得太高了。我说你就是图个新鲜，我敢说不出3日，你一定乏味。绝对不会，你信不信？我要娶她。你娶她，你爹愿意吗？不愿意我也要娶啊。那你父王肯定把你赶出府，让你当叫花子去。赶出来，我跟他一块儿走。行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她，我答应你，我把她毫发无损的交给你。不过，话可说在前头，如果她再敢这么耍弄本将军，伤着她，可别怨我。伤不伤那还不全在你吗？他就那样的人，喜欢开玩笑，你别当真不就得了吗？玩笑有这么开的吗？我可是御辽前锋，我不是个小丑。再这么下去的话，我怎么带兵作战？喝酒。哎呀，小姐，您英气十足啊！我告诉你吧，今天本姑娘就让他杨宗保知道我的厉害。小姐，您吩咐的我都安排好了。这羊宰了，猪杀了，这个酒都准备好了吗？还没有啊，等擒了杨宗保再做也不迟啊。你等那时候来不及了，快去！好，我这就去准备。等会儿，你跟木果说啊，这个他要再敢把那个鸡腿给我偷吃了的话，我就让他单腿走，你信不信？你说这没用，木果一见好吃的就不要命了。那就把他嘴给缝上。这哪成啊？缝嘴还不让他吃个够呢。要不就做2只，一只给木果，另一只就不会缺胳膊少腿了。做2只怎么样？行了，去吧。好嘞。收起木鹰，好，有这个气势，咱们一定能生擒穆桂英。是。行了，回去睡觉吧。啊？什么？睡觉？睡觉了？这什么意思？跟你们说呢，撤掉岗哨，回去睡觉。杨将军，属下没有明白您的意思。是啊。睡觉就是睡觉，很难明白吗？我们不是去偷袭木刻寨吗？就是啊。来，为什么呀？穆桂英现在正在守株待兔，
那不去木刻寨，我们得防备穆桂英来偷袭吧？您忘了您上次……我担心的是，没什么可担心的。让你们睡觉，你们就去睡觉。穆桂英现在正在全力防守，绝不可能出来偷袭。我们也可以养精蓄锐。正好，睡觉去吧，都散了吧。属下明白。是。兄弟们，回去睡觉。是。宗保，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赶紧回去睡觉。来啦，小姐，这天都大亮了，他们还能不能来了？糊涂，这人困马乏时最容易遭偷袭了。你跟丫头们说，让他们打起精神来，别偷懒，别睡觉。谁要这样的话，我可要重罚的啊！是。哎，你们几个站好了，打起精神啊！哎，你们几个不就一夜没睡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小姐，睡觉。行了，回去吧，回去睡觉了啊！快走！哎呀，快走吧！穆桂英，为什么不敢出来跟本将军交战？是不是想当缩头乌龟呀？缩头乌龟！小姐，哎，小姐，哎呀，小姐，醒醒，快醒醒！杨宗保来了。他在哪儿呢？在寨前叫阵呢。他怎么这时候才来呀？快叫女兵，我们出阵。啊，是。跟鬼一样。哎呀，这时候才来呀！哎呦哎。都站好，站好了！你们几个快点站好了，排成2排。哎呀，冬梅，怎么没洗脸就出来了？把头绳戴成这样，你还笑别人？你这一眉毛长，一个眉毛短，装小丑啊？我哪有啊？菜花二公主，你们俩还笑？这衣冠不整怎么出战？穿好衣服，赶紧把衣服穿好了。裁员，我这个腰带扣不上了。快点！好了。小姐，咱们还是别出战了。行了没有啊？我昨儿跟杨宗保说好了，免战的话言而无信。哎呦，可疲劳迎战，凶多吉少啊。先出去再说吧。那时就晚了，晚不了。哎呀，我看小姐肯定是困迷糊了。我一会儿就让你看我多精神。来，快，行了。姑娘们，本小姐知道你们困，今天呢不打仗，你们也不用带武器，就烦劳各位呢一会儿帮我装的精神点。看本小姐的眼色行事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小姐。杨梅、巧巧、菜花、木果、二公主到。
你们到前排来。是。你们几个不是老说自己长得俊吗？这俊不俊的，不是自个儿说了算，得别人看了才准呢。这一会儿啊，谁盯着你们看，那才叫俊呢。要丑都不丑的话，那就是丑八怪了。早上不是发牢骚了吗？说昨晚没睡好，本姑娘补给你们。现在就睡。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？叫你们睡，你们就得睡。不过呀，今天的睡相得雅。谁要是给我漫不经心、心不在焉、不停打哈欠的话，这我回去可是要罚的呀。快睡吧，小姐。那我们能躺着睡吗？躺着睡呀！哎呦，平常怎么睡，今天就怎么睡，睡得美点。今天呀，咱们是练睡相。这睡相要是练好了，以后把你们的夫君迷的是神魂颠倒的。哎呦！准备。哎呀，停下吧！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再会儿。穆桂英，你别在这耍花招。你要是聪明的话，就束手就擒，不要让你的手下跟你一起送死。杨将军，您这样可就太欺负人了。您看，这桂英本来力气和武艺就不及你，再加上昨夜一宿未睡，这马也骑不了了，这刀也拎不动了。您再咄咄逼人，您觉得有意思吗？你别在这给我耍花招啊！现在你和你的手下都是我的俘虏。杨将军啊，您别太欺负人了。这要真动起手来，我们肯定是吃亏的。您要不要问问您的手下，这对我身后这帮姑娘下得了手吗？宗宝，美吧？兄弟们，你们愿意吵醒我身后这帮姑娘们吗？停下！都给我停下！干什么呢你们？宗宝，你觉得好意思吗？啊？我看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呢先把兄弟们带回去，等姑娘们醒了，我再请你们来战，好不好？行。行什么行啊？你们干嘛？小声点儿，别把姑娘们吵醒了。桂英送各位了。看什么看？一群丢人东西！走，回去。这，走了。这。孙子兵法上讲，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小姐，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？就是不用任何武力，让对方退兵。可真神呐！宗宝，我再也不怕你伤着桂英了，因为你根本就伤不了她。你看你的计都被她破了，他是逗着你玩啊！不是本将军无能，是他不按常规出牌，太刁钻。行了，别说那么多了。劝你一句，退兵吧。退兵？凭什么让我退兵啊？降龙木我还没拿到呢。不是怎么着？你是要跟他好上是不是？小王爷，咱能说点别的吗？我能说别的吗？你整天去找他，我能说别的吗？我看你是被那个丫头给迷住了。你不是啊？自从你被他戏弄以后，你没有一天不想着他啊。虽然是恨，但是你承不承认你佩服他？你才想，你才佩服他呢。到现在你还不承认，你太不够哥们儿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你的推理跟本将军的一点都不沾边。怎么不沾边？由佩服到爱，
水到渠成。无聊。你才无聊呢！公主不想写，就不要写了。过去我的诗如泉涌，可现在诗意全无。公主可以写写相思诗啊，公主的相思诗极美。3000青丝变白银，万行泪水洗枕巾。郎君不晓人牵挂，佳人伤心断肠魂。我哪有心情写呀？自从那个穆桂英在我的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，我就总想他。公主，你想他干什么呀？一个村姑值得公主想吗？她不是普通的村姑啊，恐怕大宋将领中也无人与她匹敌。公主也太高看她了。我也不想高看，可她的确有本事。你想想，朝廷中谁人能两擒武艺高强、善于用计的杨宗保？你再想想，谁人又能飞入宫中、潜入皇宫，在我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？我在想，他做这些事，不可能不触动宗保。尽管他生气，让他大失颜面，可我想，他说的话，他心里是佩服的。不会的，我们又何必自欺欺人呢？我在想，我哪儿比他强？我听我哥说，那穆桂英长得也并不差。论武功用兵，我也一窍不通。我真的没有比他强的，恐怕很难再留住宗保的心了。公主怎么没有比他强的地方？公主的诗写得好，那穆桂英再聪明，不师从名家也写不出好诗来吧？胖子，让你们家小姐出来。怎么着？我们家小姐你说见就见啊？就是啊。他越傻吧，我就越觉得他可爱。别耗着了，叫吧。在这儿呢！哎，少将军，我说咱俩也别打了，打来打去也没劲。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？你随我到这寨中吃吃我们木克寨的野味，吃罢了我就给你，怎样？哦，没胆儿啊？怕我摆鸿门宴是不是啊？哼！不是鸿门宴，本将军还不去呢。哎，傻站着干什么呀？还不请啊？请！我去了。你别请！去！宗保，你们等着，我去就回。这，宗保，你听我说。哎，请！我们家小姐又没请你。哎，去！哎，你看那身材，个个都这么好，我以后要找媳妇儿，看什么就得找这样的。还真的想啥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个干嘛？看着没事。给死胖子，快过去！丢死人了！哎呀，别看了！哎呀，丢死人了！别看了！哎，你背那枪累不累呀？要不然让彩云帮你拿着吧。怕我袭击你呀？
你能不能教我回马枪呀？啊？我知道，你们杨家枪从来不外传的，但是呢，你那天给了我一枪，本姑娘啊就已经琢磨出来了。其实呢，关键就是测好距离，看似呢不经意，其实呢已经有10分的把握了。